嗨，各位，歡迎嚟緊娛樂。57歲嘅鄧萃雯竟然將自己私生子嘅相曝光喺社交網絡上。57歲至今未婚嘅鄧萃雯竟然有兒子，呢件事令粉絲同網友都驚訝到唔得了。在鄧萃雯曬出嘅相中，可以睇到佢全素顏出鏡，戴住太陽鏡同太陽帽，皮膚狀態特別好，根本睇唔出已經有57歲嘅年齡。另一張相係佢同兩個男仔一齊影嘅，有網友開玩笑問道：四奶奶，呢啲係你嘅細路嗎？仲有網友直接喺留言區話：兒子長得真高啊！然而對於呢啲，鄧萃雯並冇直接回覆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呢兩個孩子就係鄧萃雯嘅私生子，生父係 TVB 嘅其中一個大老闆。出道40年，佢出演咗百餘部影視劇，獲獎更是無數。只係對許多港劇迷嚟講，呢4個角色最是深入人心。講起嚟，鄧萃雯呢個女人真係唔簡單。佢嘅事業幾經坎坷，卻3度翻紅，感情兜兜轉轉至今無果。更令人好奇嘅係佢曾當過第三者，卻冇人討厭佢。佢到底有咩魅力？鄧萃雯嘅童年係唔幸嘅，佢出生時媽媽才17歲，根本唔懂得如何做母親，於是佢把佢送到咗祖父家。一年到頭只有祖父生日時先能見媽媽一面。再之後，爸爸媽媽離婚，又各自組建咗家庭。媽媽讓鄧萃雯以後唔要再叫佢媽媽。鄧萃雯成咗冇爹冇媽嘅孩子，都話隔代親。鄧萃雯同爺爺奶奶生活喺一齊，佢並冇享受到應有嘅疼愛。爺爺暴力成癮，動不動就打佢。才5歲，佢就要承擔家裏大量嘅家務，做一家人嘅飯菜。晚間，別嘅孩子睇動畫片，佢只能陪爺爺奶奶睇粵語長篇。喺呢種環境下長大嘅鄧萃雯極度缺乏安全感，佢渴望自己可以快啲長大，快啲獨立掌控自己嘅人生，就像佢睇到嘅那啲電視劇裏嘅主人公一樣逆襲。18歲嘅時候，鄧萃雯做緊一個空姐夢。高考填報志願時，佢瞞住家人報咗呢個志願，因為一飛出去就好耐唔用返屋企。可見那時嘅佢係有幾想逃離那個讓佢唔開心嘅家。可遺憾嘅係佢年齡未達標，要19歲先可以當空姐。願望落空，鄧萃雯只得到茶餐廳打工，但係佢並冇放下離家的想法。無意間，佢得知當明星可以常年喺外度拍戲，唔返屋企，又諗到年少時嘅那啲大俠夢，喺電視裏睇到嘅翁美玲、張曼玉。鄧萃雯有咗一個新夢想，佢要當明星。於是佢小心翼翼嘅剪咗報紙上嘅無線藝員訓練班廣告，準備去報考。鄧萃雯愛幻想，從細就幻想自己係劇情裏嘅人物，於佢而言呢，或許係佢最快可以改變命運嘅方法。鄧萃雯從細讀嘅係女校，亦都冇化過妝。報考藝員班時，需要提供一張化咗妝嘅相。唔懂化妝嘅佢就同學亂化一通，唔想到通過咗。對鄧萃雯嚟講，自己係幸運嘅，佢好開心自己考上咗。可到咗嗰度，佢睇見班裏嘅同學，諸如郭富城、邵美琪、黎美嫻等後來嘅 TVB 大腕都喺，或許係自卑心作祟。佢覺得佢哋靚嘅多，要眼得多比身高，比顏值氣質，自己比唔過。鄧萃雯只得比別人更加努力，更加上進。佢特別害怕幾個月後自己被淘汰咗，所以佢比任何人都努力。鄧萃雯確實又係幸運嘅，佢從無線畢業時，薛仁貴征東準備開拍呢部戲，女主原本係定咗翁美玲，不過唔巧嘅係嗰一年翁美玲喺屋企開煤氣自殺，導致劇組唔得不換角，呢個機會就落咗喺鄧萃雯身上。曾經有人問鄧萃雯有冇壓力，
因為第一部戲就演女主，仲要同萬梓良合作，可能當時太自戀嘅，根本唔知啲乜嘢係壓力。你俾咗我角色，我就盡力去演。當時單純嘅鄧萃雯並冇乜多餘嘅想法，佢只想盡自己嘅能力演好戲，同埋喺呢個過程中覺得自己做得挺好嘅。憑呢個角色，佢同無線簽咗5年長約，無線正式將佢當做翁美玲接班人培養。此後嘅5年，佢喺《開心女鬼》、《大城小子》、《決戰皇城》、《灰網》等劇集中嘅形象多為柔情可愛嘅，有小翁美玲之稱。從冇人關注嘅鄧萃雯到人人關注嘅大明星，鄧萃雯走紅咗。喺感情上，亦同第一次跟佢搭戲嘅萬梓良因戲生情。萬梓良比鄧萃雯大9歲，佢成熟穩重，各方面都對佢照顧有加。呢個令從細冇安全感嘅鄧萃雯找到咗被呵護嘅感覺。萬梓良成咗鄧萃雯嘅初戀。作為男友，萬梓良係盡職盡責，對剛出道比自己細9歲嘅鄧萃雯，係真嘅含喺口裏怕化咗，捧喺手裏怕飛咗。佢於佢而言，亦師亦友亦父，對佢極盡寵愛，即使喺大街上吵架咗，佢亦能夠跪就跪落嚟認錯，只為挖佢開心。一個男人當街下跪，係愛極咗呢個女人先會咁唔顧面子咩？嗰時嘅萬梓良係打算同鄧萃雯過一世嘅，佢曾經放話自己會等佢10年，然後娶佢。可惜彼時年輕嘅鄧萃雯唔懂乜嘢係愛，萬梓良對佢嘅好成咗枷鎖，佢仍然想逃離。交往2年多後，佢哋分手咗。分手之後，鄧萃雯全身心嘅投入到事業中去，又相繼出演咗《倚天屠龍記》、《萬家傳說》、《俠客行》、《決戰皇城》等劇，事業登上咗頂峰。然而鄧萃雯仍然冇安全感，佢對未來仍然好迷茫。我有啲空了，不斷從身上拿東西出嚟，就乜都冇咗。我一直活喺電視城裏，唔停地拍戲，一直咁演落去就乜都冇得再拿得出嚟嘅了。於是佢做咗一個大膽嘅決定，暫時離開娛樂圈，去國外學設計進修自己。喺美國求學期間，鄧萃雯前所未有嘅踏實。佢原本係計劃讀完畢業就喺度揾一個設計師嘅工作，因為佢唔想一世都被安排。出世嘅時候佢冇得揀，佢唔想一世都冇得揀。呢段留學生活成咗鄧萃雯最享受嘅時光，佢喺度揾返咗自己，揾返咗自己嘅初心。以前佢唔管自己有幾紅，有幾多人中意佢，愛佢嘅人有幾愛佢，佢都冇安全感，因為佢覺得人唔可能寵人一世吧。呢段求學嘅經歷令佢明白咗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，到底想去邊度，要過點樣嘅生活。當佢弄清楚呢啲答案嘅時候，佢如釋重負，輕裝上陣嘅佢返國繼續做演員。雖然離開幾年娛樂圈已經發生天翻地覆嘅變化，但佢冇放棄，終於喺1996年加盟亞洲電視，並先後出演咗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、《再見艷陽天》、國際刑警1997多部深入人心嘅影視劇。尤其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中楚楚動人嘅姚小蝶，令人印象深刻。關於呢個角色，鄧萃雯坦言係自己入行以來最辛苦嘅角色，因為佢要由16歲演到40歲，唔單止年齡跨度大，姚小蝶仲同佢嘅出身大相徑庭。姚小蝶從細係喺溫室裏長大嘅花朵，而鄧萃雯嘅童年經歷越咗都係淚。佢只能盡力去找自己身上同佢嘅相似之處，呢個過程係艱難嘅，不過功夫不負有心人。佢演活咗姚小蝶，事業又重新翻紅咗。此時嘅鄧萃雯再次感受到咗成名帶嚟嘅紅利，佢買咗間屋企，並打算退休後就享清福。然而佢愛上咗一個唔該愛嘅人，一場錯誤嘅愛情再次將佢推向咗谷底。喺我同春天有個約會度，
鄧萃雯同江華因戲生情，將戲裏嘅情緣延續到現實生活。呢個聽落去似乎冇咩唔妥，但江華係有婦之夫，當時同麥潔敏已經結婚4年，而且麥潔敏已經懷孕。鄧萃雯並冇諗過要破壞別人嘅婚姻，佢只不過想住愛情。因為江華追求佢嘅時候，反覆講自己同麥潔敏唔幸福，只有同佢在一齊先開心，佢先係真正合適嘅人。佢竟然天真地相信，並不顧一切，知三當三。我覺得我好相信對方真係愛我，我亦相信我係好愛對方嘅。其他嘅世俗會唔會破壞事業，我都冇諗過。我係可以為愛很壯烈犧牲嘅人，可惜佢愛錯咗人。當呢段感情被揭發嘅時候，曾甜言蜜語嘅江華站喺妻子嘅那邊，佢反咬了鄧萃雯一口，最終導致佢名譽掃地，事業崩潰。嗰時嘅鄧萃雯冇諗到自己會咁一敗塗地，佢一度覺得自己冇咗希望。雪上加霜嘅係投資又遇上金融風暴，好在佢從未放棄，為咗生計，佢只身到廣東演出，唱跳抽獎佢自己一個人包辦了。除此以外，佢仲做過電台主持、配音、DJ、司儀等，幾乎全能。鄧萃雯係不幸嘅，事業剛起飛又被垃圾男玩弄感情，導致自己形象事業受損。但佢亦係幸運嘅，喺佢事業最低谷嘅時候，佢又遇見咗一個真心愛佢嘅人鄭敬基。鄭敬基無線電視演員、流行歌手，比鄧萃雯大3歲。佢同萬梓良一樣，係一個可以給佢十足安全感嘅男人。佢係一個好支持佢、疼佢、什麼都可以幫佢並什麼都盡力嘅人。呢樣一個男人，交往唔到1年，佢就提出咗分手。分手原因係佢覺得佢哋性格唔合，好多問題合唔來。當時嘅鄧萃雯33歲，一無所有，有的仍然係那顆不敗嘅心。休整1年後，佢又重返 TVB。雖然此時嘅佢喺呢度已唔任何優勢，但佢仍然努力突出重圍，憑金枝玉葉如飛一角，再攀演藝事業高峰。之後的很多年裏，鄧萃雯又相繼主演了《女人唔易做》、《傾城之戀》、《牌坊下的女人》、《巾幗梟雄》、《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》等劇。近些年，鄧萃雯將事業重心轉到內地，55歲更是成了北漂一族。喺事業上佢不斷精進突破，在感情上始終冇進展，而家57歲還善住。不過而家嘅佢唔再似曾經咁焦慮，冇有安全感了，因佢已放下，同自己同解，同萬事萬物同解。佢滿足於當下呢種生活，有事做，有人愛，亦敢於付出愛。佢自覺而家嘅人生過得無比有意義，佢感恩並珍惜而家嘅一切。關於愛情，佢仍然相信並期待，但唔會因為到咗某個年紀，誰催促而將就，寧缺毋濫係佢嘅堅持。對於工作，佢仍如是，所以佢能不斷給大家驚喜。昨晚去睇孤注一擲點影，周圍嘅人睇到大熒幕上出現鄧萃雯嘅名字，先係驚訝，後係驚喜。驚訝嘅係鄧萃雯居然喺，驚喜嘅係鄧萃雯居然喺，在人物塑造同理解上，佢從來冇讓人失望過。這一次亦是，在片中鄧萃雯出演嘅是王大陸扮演嘅被釣魚嘅受害者嘅媽媽，雖然戲份唔多，感染力卻超強，給人留下咗深刻嘅印象。更難得嘅係佢唔係媽媽，冇有孩子卻能喺戲裏把一個媽媽演得咁生動，讓人共情。對此，有人笑言，那可是演過如妃和九妹的人嗌，她可是鄧萃雯，從不讓人失望。許呢就係大家中意佢嘅原因，即使係佢曾經做過人人喊打嘅第三者，但因為係佢就討厭唔起來，因為喺佢身上，大家睇到咗生命嘅成長同完善。佢從自卑、
自傲到自戀，最終自省。而家嘅佢自在、真實、自然，活成咗自己中意嘅樣子。願你我們亦能喺高低起跌中成長，唔放棄，活得充實又富足。今日嘅節目就到這裡，我哋下期再見。